在东突厥散又有一名维吾尔族资深宗教学者在中国监狱中死亡。据位于土耳其的东突厥散学者联盟于12日宣布，东突厥散和田地区著名的宗教学者阿布都热欧夫哈吉在中国监狱中逝世。据报道，阿布都热欧夫毕生致力于宗教教学，深受人民爱戴。中国当局自1993年开始限制他的旅行自由，2015年被非法拘留6个月。2017年，他重新受到逮捕，并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他逝世后，尸体被交给家人，但是不允许举行宗教葬礼仪式。自2017年以来，有数百万维吾尔人被非法关押在集中营中，其中包括不少的学者、大学教授、艺术家和商人。土耳其未来党主席、前总理达乌提欧卢批评土耳其警方强制干预在开塞利举行示威抗议中国压迫维吾尔人。最近，土耳其维吾尔人在中国驻土耳其领事馆前举行以寻求家人为题的和平示威。达乌提欧卢在推特上说，在阿纳托利亚的心脏，什么样的良心试图消灭被压迫的维吾尔族同胞的声音？你们不是被压迫者的声音吗？这就是你们的真面目。日前，有维吾尔族妇女在开塞利举行示威，抗议中国在东突厥散的压迫，但是遭到土耳其警察干预，甚至有人被捕。欧盟周五发布声明，呼吁中国撤销对 BBC 世界新闻台的禁令。中国周五宣布禁止英国广播公司 BBC 在中国落地。此举被认为是对英国撤销中国官媒中国环球网播出牌照的报复行动。1周前，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说，被关押在中国集中营中的维吾尔族妇女遭到系统性性骚扰。欧盟周五发表声明，呼吁中国撤销对英国广播公司的禁令。声明称，北京封杀 BBC 世界新闻台的举措进一步限制其境内的言论自由以及信息获取自由，违反中国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及世界人权宣言。美国总统拜登就特朗普弹劾案发表声明。他在声明中表示，尽管审判最终宣告无罪，但指控的内容是没有争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当地时间13日就前总统特朗普弹劾案进行最后表决，最终以57票赞成、43票反对的结果未能通过煽动叛乱弹劾条款。特朗普未被定罪。特朗普也成为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被弹劾2次且被2次定为无罪的前总统。他对支持者们表示，接下来几个月将会与人们分享很多，期盼着继续同行，为了所有美国人实现美国的伟大。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接受俄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欧盟对俄罗斯施加的制裁将给俄经济带来风险，那么不排除俄罗斯与欧盟断绝关系的可能性。纳瓦尔尼中毒事件发报后，欧盟反应强烈。欧盟对外关系及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表示，俄罗斯不希望与欧盟进行建设性对话，并发出对俄罗斯进行新制裁的信号。拉夫罗夫说，俄罗斯不想脱离世界，但是必须对此有所准备。如果想要和平，就要做好战争的准备。